第121篇，有時必須等候。使徒行傳1章4節，耶穌和他們聚集的時候，囑咐他們說：不要離開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應許的，就是你們聽見我說過的。等對好多人嚟講都係一個考驗，尤其係喺香港呢個咁冇耐性嘅城市，人嘅腳步係幾咁急促，行人過馬路等交通燈嘅時候係幾咁唔耐煩。只要揸住車喺市區走一轉，就會不斷聽到汽車嘅喇叭聲。點解呢？因為香港係一個分秒必爭嘅社會，人人為咗生活冇時間等待。好多年前我喺長洲讀書，每逢週末都會由長洲坐船來回中環，因為係週末，遊客好多。我留意到每逢上船同埋落船，明明仲有10分鐘船先至靠岸，但係喺碼頭上面等候嘅人同埋喺船上面等落船嘅人，大家同樣都係咁心急，總係早早已經擠喺大閘口或者跳板旁邊等住。當碼頭上船嘅大閘一開，總係有幾十人奪門而出，有啲人甚至跨過跳板，半跑半跳咁上船。佢哋點解咁心急呢？無非係想揾一個中意嘅座位坐低。至於落船嘅人，或者係想早一啲返屋企，又或者並唔係趕時間，只係習慣咗呢種急速嘅節奏。今日嘅經文係耶穌升天之前對門徒嘅最後囑咐，吩咐佢哋要喺耶路撒冷等候。到底係等候啲乜嘢呢？係等候聖靈嘅降臨。當耶穌升咗天，喺聖靈仲未降臨之前，呢段時間係神同在嘅真空期。門徒雖然好熱心要為主工作，但係所依靠嘅係自己嘅能力，喺強敵面前好容易被打敗。因此，耶穌吩咐門徒唔好打冇把握嘅仗，要等到聖靈嘅降臨，到時依靠聖靈嘅能力，就可以為主打美好嘅勝仗。我哋嘅生活亦都係一樣，喺行動之前，必須先好好衡量係咪有足夠嘅能力，係咪合適嘅時機。倘若唔係，就要學習等候，亦都同時尋求神嘅旨意同埋帶領。